就算搭上我的性命，哪怕只有半点的可能，我也要去。你敢？怎么不敢？你今天能看得住我，明天就能吗？哦，想来你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住我，因为你要听大冢仔的话，迎娶颜婉了。你跟颜婉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同样卑鄙无耻，同样不仁不义。宇文邕，我恭喜你。放开我！宇文邕，放开我！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，永远不会。夫人不做，要做囚犯。好，我今日就随了你的心愿。来人，住上，住上，把整个院子围起来，四班只敢轮流把守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是。陛下，主上。拿家法！宇文邕，主上饶命！陛下知错，陛下真的知道错了。宇文邕，你不能这样。陛下，我之前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主上说让陛下看好夫人，陛下失职，没有看好夫人。是我偷偷逃掉的，跟陛下无关。你要罚就罚我，要打就打我。把夫人拉开。是。宇文邕，宇文邕，你若是一个谦谦君子，你就不应该对一个奴婢用这样的酷刑。你不是说你更喜欢坏的明明白白的吗？我就如你所愿，让你看看我坏的样子。宇文邕，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，你尽管冲着我来。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你不是早就决定要恨我一辈子了吗？碧香，你可认罚？奴婢认罚。夫人，千岁，真善，你如意了吗？不用你说，我自己就进那个牢笼里去。夫人，没事。让奴婢看看你的伤。不必了，这点小伤我还受得了。只是你险些受了家法。夫人，陛下没事。主上那么生气，还不是因为着急，怕夫人离开大司空府又受伤。主上很少这么着急上火。主上能为了夫人这样，是因为主上心里装着夫人，把夫人看得比谁都重。你不必安慰我。夫人，你可真是冤枉主上了。他这一边，奴婢看得出来，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可没想到夫人竟然为了救奴婢冲了上来，就撞在了鞭子上。没想到宇文邕在你的心中，竟然是个好人。主上自然是好人，奴婢还没见过哪个高门大院王侯将相家对下人这般好的。主上从来不责罚下人，之前
小翠去收拾主上的书房，失手打了一块主上心爱的砚台，主上什么都没说。虽说这次主上是动了真气，可奴婢看得出来，那鞭子根本就没往奴婢身上打。夫人，碧香这么说，你不会生气吧？夫人，你别怪奴婢多嘴，奴婢这些下人都知道。主上对夫人可是真心实意的，之前每次夫人出了事，主上都是茶不思饭不想的。这次你回来，全身冰冷，昏迷了好几天，主上不眠不休地守在夫人身边，抱着夫人，直到把你捂热。碧香看到这些，就觉得好感动。眼下，主上不准夫人出去，势必是有别的原因呢。他为什么这么憔悴？好像几夜没睡。严姑娘就要嫁进来了，夫人也要为自己多做打算啊。幸而主上对夫人有情，依碧香所见，夫人也对主上多热络些才是啊。哼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他心心念念的只有他自己的权位，他只是怕我死了没法跟宇文护交差。进护卫。严姑娘，夜晚有事要求见大冢宰。请。高长恭此次来到长安城，必然与青锁姑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依属下看来，这倒是个除掉高长恭的好机会。还不到时候。难道凭大冢宰府的实力，还不能手刃高长恭？寡人要杀的不止一个高长恭，要利用高长恭引出我想杀的人，一网成擒。你派人悄悄去查高长恭的踪迹，切不可打草惊蛇。是。主上，严姑娘求见。请。严姑娘，请。多谢大冢宰成全婉儿，让婉儿和大司空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婉儿特地备了些薄礼，孝敬大冢宰。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主上笑纳。严婉深夜造访，怕不只是为了感谢寡人这么简单吧？什么事都逃不过大冢宰的眼睛。能够嫁给大司空，本是婉儿的心愿，也是大冢宰的美意。可惜袁清所总是从中作梗，装模作样，煽动下人诋毁婉儿，婉儿实在是举步维艰呢。哦，照寡人看来，清所的本性不该如此。清所妹妹本来温婉善良，可是大冢宰有所不知，这次回来，她不知着了什么魔，处处跟婉儿作对，还跟大司空作对。大冢宰，袁清所已是一招死棋，他能做的，婉儿都能做到，还能做得更好。若大冢宰能让袁清所彻底消失，婉儿必定为大冢宰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袁清所能为寡人找到镇魂珠，婉儿也能。寡人早已确定镇魂珠就在大司空府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吗？镇魂珠当真在大司空府吗？怎么你不相信寡人？婉儿不敢，婉儿必定找到镇魂珠献给大冢宰，到时候还请大冢宰不要忘记婉儿的心愿。去吧。婉儿告辞。
夫君，怎么今天回来的这么晚？就算事务繁忙，也要爱惜身体啊。刚才妾身看见阎王姑娘来了，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？来告青锁的状。可惜青锁这孩子，本以为把他留在四弟身边，多少能帮上咱们大冢宰府的忙，可没想到，偏偏出了意外，丧失了记忆。还好现在有了阎婉，阎婉心思聪慧，妾身想夫君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。没有袁青锁，哪来镇魂珠？夫君说的极是，青锁是非不分。妾身还在想，是不是应该把青锁带出来，关在严密的地方，由妾身看管着，夫君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是没心情想这些了。倒是皇帝事事和寡人对着干，我这边忙着与突厥修好，他那边却准备与突厥作战。要不是有人修书给我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。朝堂上的事，妾身不懂。这个皇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没有寡人哪有他的今天。看来上次寡人对他还是心太软，早知今日，当初就不应该放过他。明日我要让他看看阳奉阴违的后果。这里是军事重地，请马将军带领5万精兵北上，镇守边关。臣领旨。只是臣有些疑问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马将军有话尽管说。臣听闻突厥有意将阿史那公主嫁给大司空，以借双方秦晋之好。既然可以不出一族一马，和平共处，皇上为何要大动干戈呢？朕也是逼不得已。朕知道大冢宰和突厥素有往来，此番和亲，只怕是在大冢宰的全盘计划之中，不得不防。而且，一旦与突厥和亲，齐国必然会怀疑我大周的结盟诚意，到时候也会误了周齐两方的联盟。战事一起，百姓必然遭殃。朕若非被逼无奈，也实在不愿出兵。皇上思量周全，是臣思量不周。臣必当倾尽全力镇守边关。好，还要劳烦徐司徒出使齐国，以周齐联盟关系为借口，一探他们对突厥所持态度，切不可泄露了大周的行动部署。臣领旨。另请赵将军带5000人马，暗中保护徐司徒，固守在大周与齐国的边境，以防我大周与突厥突起战火之时，齐国趁机偷袭。参见大冢宰！大冢宰！大冢宰！大冢宰到！兄长行色匆匆，所谓何事？行色匆匆。若寡人再不行色匆匆，只怕这大周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了。兄长何出此言？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拒绝和突厥和亲？这可是文皇帝为四弟定下的亲事。大冢宰，事亦时宜。所谓和亲，以微臣看来，无非是突厥的一个托词。突厥虽然久盛不衰，可毕竟久居深北，周齐两方势力相当，无需借助突厥聊以自保。更何况，突厥答应和亲的条件是，每年大周要送给突厥的金银布匹、粮草器具无以计数。这一来，突厥本无诚意；二来，送大批的贡品，必然会削弱我大周的国力呀。小小司徒，遑论国事。难道寡人的叔父、皇上的父亲、文皇帝都没有你眼光长远吗？
大主宰，皇上，微臣只知道，拒绝和亲必然伤了突厥的颜面。他们一旦大举入侵，战火四溢，生灵涂炭，百姓遭殃。一国之君，难道竟没有替百姓想过吗？大冢宰，突起战火是百姓之祸，朕自不会袖手旁观。朕已与诸位大臣刚刚商议了应对之法，大冢宰何不……好，既然皇上已有了良策，那微臣也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臣近日身体不适，需要在家好好休养。皇上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大冢宰，朕还有一事想与大冢宰商议。关于四弟的婚事，朕觉得不妥。四弟迎娶青锁不久，青锁又身在病中，此时再娶，恐有损四弟名声啊。你是在乎四弟的名声，还是在乎袁青锁的名声？青锁姑娘曾在与齐国的和谈中出奇制胜，也算是有功之人。更何况，青锁姑娘又是大冢宰的内侄女，维护她的名声，于公于私都不为过吧？皇上说得好，寡人绝对不会因私废公。袁青锁多次擅离长安，与齐国往来密切，实属罪大恶极。绝不会因为她是寡人的侄女，就去姑息。一旦寡人找到证据，寡人会亲手将她判罪问斩。还请皇上在寡人找到实证之前，下禁足令，不要让她离开大司空府。还有，5日后四弟大婚，还望皇上亲临祝贺，稍尽兄弟之情。臣告退。皇上，皇上。你们几个在要害处守卫。是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为了对袁青锁，竟然如此大费周章。宇文幽，我看你是枉费心机。就算你不想天罗地网，我也要为母亲和陆云讨回一个公道。好漂亮的花！哎，新被子真暖和啊！好漂亮的毯子。跌打损伤的药都齐了，咱们主上对夫人的脾气秉性还真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对你们夫人来说，吃药可比吃饭重要的多。等等。这套茶杯的颜色我不喜欢，给我换套更雅致的。是。还有那套桌子，跟这些家具的颜色根本不搭。来人，主上，把这张桌子换了。是。墙上的画也全换了，我喜欢山水画。适可而止吧。怎么，舍不得了？心疼啦？刚才不是还满口仁义道德的说要给我想要的生活吗？这些当真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不然呢？好，大司空府里家具画卷多的是。来人，主上，把屋里的陈设按照夫人的要求全部换掉。是。主上，又多加了2队侍卫，1队守护大门，1队就守护在外面。
相信夫人这回安全了。这安全的不是我吧？安全的是你们大司空的心。夫人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好一个假仁假义的君子，好一张骗人的利嘴。我要是你，我会在心中窃笑，伪装的真高明。倾心付出不过如此，就算他恨你怨你，依然舍不下忘不了，还痴痴的想着要见他。我若不是想着与他见面，你怎会几次三番的往外跑？若不是想与你见面，他怎会再次潜入长安城？什么？殿下来了长安城？我这辈子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你不配拥有跟小莲一样的脸。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分别？我与他的事，大司空还是少费心吧。来人，主上，给我看好这里，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去。是。主上，大司空府府内府外都加派了大量侍卫，想必已经知道高长恭进入了长安城。没想到这么多人都想置袁清所于死地，真是一个好诱饵。有没有找到高长恭的下落？主上，属下已加派人手，可目前尚未找到高长恭。高长恭已潜入天子脚下数日，在长安如逛闹市，这个皇上毫无作为，好日子只怕要到头了。看来大周的气数要尽了。依属下看，大周朝真正的气数就要来了。此话怎讲？大冢宰才是大周朝的真龙。如果高长恭行迹败露，突厥因为大周毁亲而大肆进攻，内外夹攻，大周朝的百姓必然对皇上失去信心，人心惶惶。到时候就是真龙现世，执掌大权的大好时机。到那时，不光大周朝的百姓要臣服在主上脚下，就连齐国、突厥也要向主上低头。大胆！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，尔等怎么可以胡说？属下知罪，属下知罪，请主上责罚。是。万事俱备，夜晚就看你的了。紧急关案处一定要多派人手。是，主上。还有，盯紧清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让他离开那里。是。哼，袁清所，袁清所，你就知道袁清所，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我严婉比袁清所好得多。
魂珠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倘若阿庸知道，必然放在隐秘的地方。可这大司空府我都找遍了，连个像镇魂珠的东西都没有，到底在哪儿？卧房，只有阿庸的卧房我没去过。你呀你，放着这里不住，偏偏要我将你赶到小院子里去，你这是何苦呢？糟了，一定是脂粉的香气。我累了一天了，要早点休息。仙子何必坏人好事呢？坏人好事，我看是你诸葛无雪坏人好事。你不是对天罗地宫毫无兴趣吗？怎么不待在你的小春城，却来到这长安城一图不轨？我是对天罗地宫毫无兴趣，我只是来看看自己的未婚妻，怎么有什么不对吗？未婚妻？袁清所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了？清所与我本是世交，父母做主，自幼定亲。没想到，堂堂青龙护法竟然是个多情种。自幼定亲，还真是可笑。你在小春城上演的那出戏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我。诸葛无雪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镇魂珠我是势在必得，任何和我争的人都是我的仇人，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。我诸葛无雪对镇魂珠没兴趣，你尽管取你的镇魂珠。如果你敢伤害袁清所，你可知道我小春城的厉害？知道，知道。我只要拿到了镇魂珠，一定会将它完璧归赵，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听闻高长恭也来到了长安城。你不必担心，既然袁清所是你的未婚妻，那她就是我天罗地宫的人，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伤了她一根汗毛。那就有劳仙子了。殿下到长安城来做什么？难道是国事？还是宇文邕在骗我？不，看他的表情，不像是在骗我。既然宇文邕知道了这个消息，那宇文护肯定也知道了。我要出去找到殿下，告诉他这里有危险。就算他不想见我，我也要跟他说清楚。哎，可是这个宇文邕把这里看得这么严密，我该怎么出去啊？夫人，邕早膳了。夫人今天胃口不错嘛？我以为……你以为我要绝食啊？绝食只会伤了自己的身体，宇文邕就会放我走吗？夫人说的对，只有夫人吃饱了喝足了，才有劲跟阎王对着干。
这都是些什么事啊？主上刚娶了夫人，现在又要娶什么严婉？真不知道主上怎么想的。那个女人看着就恶心，还有那个楚总管更恶心，忙前忙后的，比他自己娶媳妇儿还伤心呢。楚总管？啊，不，夫人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随口说说。楚总管一定站在夫人这边的，我向你保证。陛下，这饭怎么有股味道啊？有吗？我怎么闻不到啊？哎，算了，我不吃了。碧香，你去叫楚总管过来。哎，再去厨房做些桂花砂糖糕来。是。我倒要问问，现在新夫人进门了，他们就敢拿夫人不当回事儿吗？属下楚林溪，敢问夫人何事召唤？把门关上。啊，我有要事。哦。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啊，还好。楚总管。今天起得好早啊！参见楚总管。楚总管怎么慌慌张张的？是啊，怎么看上去人都瘦了？不光瘦，还矮了呢。真是可怜啊！为了主上的婚事操劳，楚总管变得又瘦又矮了。糟了，夫人跑出去了。我怎么这么蠢？夫人怎么会对我动手？来人呐！楚总管，快去追夫人，快点！走，找夫人。夫人，这大司空府的楼这么高，我来帮你啊。我才用不着你帮忙呢。看你笨手笨脚的，还来当贼呢！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逃出这儿了。哎呀，你呢，看起来也不算漂亮，性格还很蛮横，也不知道那个宇文邕看上你什么了，竟会如此迷恋你。迷恋？他只不过想折磨我罢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今天怎么会这么狼狈？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天涯海角，不是人鬼殊途，而是他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。既然他那么在意我，那他怎么没去小春城救我啊？你是觉得我是喜欢你才会专程去救你的吗？丫头，永远不要轻易伤害那个真正关心你的人，否则铸成大错，连后悔都来不及。那边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快下来！夫人，快下来吧！还，轻点，轻点。好啦好啦，别叫了。念住，马上就要消肿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哪来这么多点子啊？哎，还是上点药膏吧，我觉得不管用。哎呀，你不要乱动了。这点伤就大呼小叫的，要是真打起仗来，你怎么冲锋陷阵保护主上？我看你啊，到时候一定是个大叛徒、胆小鬼。少在这给我贴标签！谁让你想出这个破点子？我本来还不怎么疼的，被你这么折腾的越来越疼了。夫人的手劲还挺大啊！你还有没有点同情心了？谁叫你看不起我的秘方？坐下。你没事吧？不疼。
体香？这是我的祖传秘方。小时候摔倒的时候，我娘就是这么做的。她说这样止痛。你们家秘方还真多啊。那现在还疼吗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你们家秘方真管用。楚总管，主上有要事要立刻启程进皇宫，已经到了大门口了。啊！那个路上小心啊！朕自登基以来，事事顾及大冢宰颜面。一则边境动乱，大冢宰带兵征战，对大周确有功劳；二则朕登基不久，需审时慎事，稳定民心。不知是不是朕太过纵容大冢宰，他现在眼中越来越没有朕这个皇帝了。皇上，自古以来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皇上视大冢宰为手足，大冢宰却恃宠而骄，飞扬跋扈。若不及时遏止，皇上的宅心仁厚恐付东流啊！皇上宅心仁厚，人尽皆知，却被大冢宰当作把柄，事事逼近，处处要挟。近年来战火不断，国库空虚，而大冢宰却利用职责之便，苛刻税收，收受贿赂，中饱私囊。皇上，此毒要是不除，必将贻害大周朝廷啊！贪污枉法，贪污在前，枉法必定紧随其后。大冢宰一直手握重兵，忤逆之意日显。臣以为当断则断，皇上不要步了孝敏帝的后尘呐！宇文护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皇上，先下手为强。为国除奸，皇上若有行动，臣当誓死相随。臣当誓死相随。皇上，今日之事，臣弟觉得有些不妥。大冢宰党羽众多，皇上堂而皇之召集大臣，在御书房大声鼓噪，声讨大冢宰，势必为大冢宰所致。朕已经不想再等下去了。皇上，朕自从登基以来，朕没有一天不听从大冢宰的号令，就算是为国为民，也要束手束脚。多年以来，你我兄弟一忍再忍，反而助长了大冢宰的嚣张气焰。朕到现在才知道，为什么孝敏帝会不惧死。朕要像孝敏帝一样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奋力一搏。臣弟是担心皇上的安危。臣弟知道，刀兵相见是迟早的事，可是没有万全之策，皇上万万不可贸然举事。哎呦，月夜，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？没什么大碍，偶感风寒。皇上如此对待大冢宰，是否不妥？这是群臣的想法，朕还在考虑。兄长与你我兄弟本是同根，何必相奸？更何况大冢宰为了大周江山鞠躬尽瘁，立功无数。依臣弟看，该将那些出言无状的大臣细细责问，是何居心？四弟，你怎么又糊涂了？大冢宰对大周朝建功立业，但久有功高震主之嫌，群臣所奏都是为了朕的江山。皇上，请皇上三思。臣弟认为，兄长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大周江山，皇上该尊崇有加，不可受群臣蛊惑。四弟，朕原本以为你我兄弟可以同心协力，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软弱。
不是臣弟软弱，皇上当与兄长同心协力，共保我大周江山，何必以卵击石？哼，朕是该夸你胸有城府呢，还是胸无大志？皇上与大周宰都是臣弟的兄长，都是为了振兴我大周的江山。臣弟不想与兄长为敌。